好，下一位李浩然議員。多謝主席。咁咧，我係覺得呢個系統係好好嘅，我會支持嘅。咁我比較關心咧有兩方面。首先第一咧就係即係比較恰當啲去講咧，其實呢個系統咧就係整合咗喺市面上咧私人公司啦佢嘅系統啦，因此咧即係作為業界，如果有一個咁樣嘅整合平台咧，一定係樂於使用。但係咧呢度裏邊有一點咧就係可唔可以都可能解釋下點樣去推動咧？就係即係私人或者係公司咧。佢是否樂意咧開放佢哋嘅系統去接入咧？因為商業信息咧，畢竟都係涉及到一啲價值咁樣。呢個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係系統其中一個特色咧，就係即係一站式嘅全天候實時追蹤及運輸資訊。咁喺呢方面咧，我哋點樣即係喺技術上面可能係即係或者制度上面點樣保證嗰個資訊共享嘅穩定性同埋持續性咧？好，唔該主席。好，秘書長。多謝主席，多謝李議員嘅提問。我哋私人系統咧，可以通過一啲叫應用程式界面，可以接駁我哋呢個系統啦。我哋唔需要佢嘅私人系統開放。如果佢同我哋嘅系統接駁嘅話咧，佢可以喺我哋嘅系統裏邊下載一啲佢所需要嘅資料，又或者咧亦都可以用呢個界面咧，將一啲佢想貢獻上呢個系統上邊嘅資料上傳都得嘅。我哋唔需要佢開放佢自己裏邊嘅私人系統，供我哋呢一個系統去分享嘅。咁所以點解頭先我哋會強調啦？我哋呢個系統嘅目標咧係共用，而唔係咧去取代佢嘅。咁我哋都尊重咧私人公司裏邊嗰個營運嘅。至於全天候嘅實時監控追蹤咧，就係我哋而家申請呢2億1000幾萬咧，其實呢個系統嘅研發咧，其實已經做好咗啦。成個流程咧已經根據業界嘅習性啊、意見啊、香港一啲特有嘅情況裏邊已經係研發咗。我哋利用呢一個 ITF 嘅即係資訊科技嘅基金去已經做咗噶啦。咁我哋為咗要確保日後佢實際上邊商業營運係可以全天候，唔會冧機，有人支援各樣嘢嘅話咧，咁我哋就而家申請嘅呢一筆撥款，申請搭建嗰個系統咧係要有足夠嘅資訊方面嘅保安啦，亦都要有一隊嘅人士咧去支援啦，確保咧佢隨時有出現任何問題嘅話咧，我哋都可以即時維修啦，亦都有即係監控住個 system 咧，監控住個系統咧，亦都係做到我哋所講嘅全天候。咁大致上會係咁。